温暖的这个新闻来看，三军陆校院伫244呢举行毕业典礼。受到疫情影响，今年改做国校家己举办，不过毕业生有联合推出筹划一年的毕业歌，叫放手去做。主角曲拢是官校学生一手包办的，佮拍音乐片、唱歌兼跳舞，表现出少年活泼的一面。 各队伫咧官校演唱，三军陆校院24号举办毕业典礼，毕业生嘛推出毕业歌，放手去做。穿着整齐的制服做伙跳舞，跳脱纪录严格印象。军校的毕业生展现青春的活力，几首毕业歌的抒参曲拢是因一手包办。把我们就是在军校这几年的辛苦的过程啊，努力的过程。 还有热血青春写进歌里面，就简单的做一首简单的旋律，然后简单的配器，这样就试出了这首歌曲的 demo 带。轻松的歌曲风一听就袂放袂记，加上迄 MV 总共计划一档。看到那影片，就是我们119也可以这么团结，也可以就是把自己的这4年，然后好像传达给各位的那种感动，让3军6校的同学又重新聚集在一起。 那我相信这份情感也可以继续延续到我们下部队之后，在未来的工作上也是会有很大的帮助。今年官校预计招收1400几人，国防部表示目前招生的状况真好，会依照成绩选出上适当的人才。